针对这个1.25条罗总统提出的国防特别预算条例，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啊，对美国党啊，伊讲伊反对的决心更加强烈。主要的原因发现是讲1.25条内底干那3000亿是对美国的军事采购。国防部表示啊，这不是事实啊。另外 ，AIT 嘛回应啊，伊是真欢迎罗总统所提1.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啊。 针对一条2500亿国防预算的特别条例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讲，特别针对执政党讲这一条2500亿，干那3000亿是甲美国买武器。针对这点，民进党随开记者会。黄国昌的记者会哦，设门槛限版本的话，那就是打假球哦。国防部声明讲，一条2500亿的预算内底，国内产值部分差不多是3000多亿，其他拢是加外国买。所谓对美国军国间需要3000亿，不是事实。早伫去年12月17，五角大厦就公布一批川普政府对台8项军售案。 其中包括继续买标枪反甲飞弹、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等等有5案，拢列伫特别预算案内底。民众党党团，我们早就在着手研拟我们自己的特别条例草案。不过，美国在台协会回应讲，表示欢迎罗总统所提出的一条2500亿国防特别预算，表示美方坚定支持法案。 还假借美方的说法，拿美国当垫背，美方的说法 ，AIT 的作为就是大大的啪啪啪打了黄国昌一个大耳光。AIT 不管他是用支持还是用欢迎，我都不会惊讶。如果编2兆的预算，我相信他也会表示很欢迎。 一条2500亿的特别预算牵涉到台湾的防卫能力，这条钱要安怎开，才会当强化国防实力？ 调压各地对枪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